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好 boy》，我是民主。热天到了，你有什么感觉没有负担呢？其实呢，梅子在夏天真的很好变化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的就是梅子 sushi， 看看你有怎么办的变法呢？这个梅子呢，是待会我们要包到我们sushi里面的，我会把它切成小小的。梅子也是今天要教大家讲的客家话，就是梅子，把它记起来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2种料，一个就是我们的梅子，还有这个就是红萝卜、风菜头。我要把它放上去，一起来搅拌喽。首先，我把我的梅子、风菜头放到里面，一起来搅拌喽。其实呢，夏天很适合吃梅子寿司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一整句话，就是热天冻合适是梅子 sushi。太好了，我快把它做好，待会要请试吃员来品尝喽。到底做这个梅子寿司好不好吃呢？要来请试吃员帮我试吃看看了。先请你选一个好不好？中间的好不好？好，也蛮好吃的啊。真的吗？你有吃到脆脆的梅子吗？有，加了这梅子口味之后，反而让我觉得就是多了一个层次感，还不错。你是客家人吗？不是。好，太棒了！那我教你讲客家话哦。上次这边看到这梅子，客家话讲法呢就叫做梅子。梅子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就是叫做好食。好食。冻好食。冻好食。以后姐姐煮的菜，你都要说冻好食。好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手做这个梅子寿司，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疗愈？而且特别去野餐的时候也很方便外出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梅子，梅子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红萝卜，风菜头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就是。夏天很适合吃梅子寿司，热天冻合适是梅子 sushi。热天冻合适是梅子 sushi。哦，想到我就心花怒放了，特别是自己做的很有成就感哦。下次再一起来学做料理吧，拜拜。